夢世界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繼章。平常心開始咗啦。人生好多路要我哋去行，有啲路好平坦，好容易行；有啲路好崎嶇，好難行。不過其實你嘅心態係可以改變一條路到底係好行定難行嘅噃。今日故事關於一對夫妻，丈夫叫做蘭迪，太太叫做沙倫。蘭迪係一個中學嘅籃球教練，而且仲係一位馬拉松嘅運動員，可以一口氣咧跑幾公里而唔攰嘅。可惜後來患上咗癌症，於是呢佢就要進行一個非常漫長嘅醫療過程。佢哋要揸車去好遠好遠嘅醫院嗰度進行一啲嘅診斷啦、化療啦等等。沙倫呢就負責揸車送佢去醫院，要經過一啲咧令人哋覺得好難忍受嘅路面，好窄，好多灰塵，有時仲好逼添，又經常塞車。丈夫從來冇抱怨過，雖然佢健康狀況真係越嚟越差啦。而太太別無選擇，因為得呢一條路可以去醫院嘅啫。但佢次次揸咧，佢心情都好差。有一次佢就塞喺路中心，行唔到啦。佢望下丈夫好似瞌着咗，佢忍唔住就咒罵話：我憎呢條路，憎呢條路。咦？佢丈夫突然之間就話：得6公里啫。佢望過去，咦？佢丈夫眯埋眼嘅噃。太太就話：你話咩話？佢丈夫好平靜咁話：6公里長啫。冇乜大不了啊，6公里路好快行完。喺呢6公里裏邊，你出去做乜都得。咦？太太諗下又係，其實6公里啫，都唔係好耐啊。即係自己嘅心情有時猛，就好似好耐咁樣。6公里其實都可行啊，可以接受啊。有時你夜晚行去海邊，行翻屋企都要6公里，又或者有陣時行去公園，行翻屋企又係要6公里。所以其實6公里真係唔係好遠啫。突然之間，佢唔再抱怨，佢覺得冇乜嘢啊。喺去醫院嘅路上邊，大多數時間丈夫都係眯埋眼休息，而太太呢就係擘大眼望住條路。佢望清楚咯，側邊有綠色嘅田野喺度發光，道路兩旁有多個小草，有多個玫瑰，另外有間屋好靚，側邊有隻馬。開始望緊呢啲景色，以前冇留意到嘅，而家佢丈夫學會咗。教會咗佢點去欣賞佢哋。雖然呢一次醫院之旅唔知可以繼續到幾時，唔知佢丈夫幾時會離開，但係呢條路佢永遠會記得，係佢丈夫教會佢點樣去欣賞，點樣將一啲唔好嘅路變成一啲好行嘅路。人生嘅路都不外如是啫。平常心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誰要花一生尋遍遠近，那個散落的吻，已預約於這地球等。是對的終於會碰到，是錯的不管再美好，一個接一個也沒有結果，方知海闊天高。